好多客人咧都問我哋4隻色點樣揀顏色喎，今日就嚟介紹翻呢個就係最淺色10號色，象牙色比較淺色嘅，水光感就比較高啲。平時用開 BB Cream GT1 啦，或者粉餅係Ivory 啦、Beige 啦，或者係 Warm Silk 都會啱用翻㗎。咁呢個就係14號色，咁就比頭先10號色咧深少少，同埋佢嘅色調咧會係帶有少少粉嫩色嘅。如果平時 BB Cream 用開 GT2 啦，或者係粉餅用開 Warm Silk 啦，用 Amber、Radiant 呢啲色都可以考慮翻嘅。然後就到24號色啦，咁呢個咧就係都係一個比較自然嘅顏色嚟嘅。一般自然，我哋亞洲人女士自然嘅膚色咧都可以揀呢一款嘅。如果配翻粉餅用，就可以用翻 Amber、Radiant 呢啲都可以嘅。跟住就30號色會啱翻一啲自然至健康膚色嘅客人去用翻嘅。水光感好高，同埋好易推。另外咧，用之前咧搖一搖佢，均勻咗，上面會更加貼服㗎。我咧係用最淺嘅10號色嘅，咁使用嘅時候咧提大家就係要搖一搖佢，搖勻咗之後咧先再用嘅。咁如果全面用嘅話咧，其實大概都係1粒豆再多少少嘅份量，咁就我自己習慣就會攞掃去輕輕掃開佢啦。咁咧佢其實搽咗之後咧，個顏色好似融入咗我哋皮膚咁樣嘅，有自然提亮調色嘅功效啦，好有光澤感嘅。已經做咗調色啦，同埋咧有6至7成遮瑕嘅效果嘅。如果想佢個遮瑕效果再明顯啲咧，咁都可以喺重點嘅位置用多少少，可以再用掃輕輕印或者掃開，咁個效果就會更加好嘅。